考在嘛也那个，你考累了，我考单的累了哩，晓得吧？那不了哈，这厉害了厉害，厉害了膝盖了，考累的膝盖都能背了，考皮啊都能好了。对，我都背路上背路嘛多了嘞，我买把了我搞的还罢了哇，我给的拿把子对不对？你没有考也都考了，拿把考那个吧，不考，这个给我跑这个不了，这给都拿把了喂。我啊这追啊追啊追不来了，你啊追啊都老了完了的，这考啥的没有好考，你不好。不搞考一这个，人家新闻里给了我个，这考啥的哪去了？你不差这个了，我你把估计了，你看你当年嘛也去，当年也这个什么？也不来，黑不得来。你不是把你在不能搞，我你还阿妈，我你哦，没来你给呢，给不给？哎呀去，当年嘛也去，当年嘛也去。不搞，那，咱那包里那个也不搞。哦，把包了呢，给不搞我啥的了，那把费。那这样不？我个老板，你们那谁皮呀？你去来来那个呀？那个还问那么呀？赶紧买了，SCP 了。这个，我 CP 这个，啊，你啥了？我帮你提个一点。我不会的，你的等你的怎么讲个的？哦，那么一来，对吧？对干嘛的了？不是的，那我不知道了，不是吃啥玩意了？你来吃啥了？对，那我了，或者就那就我去一下，就来应该就没那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没看我累了。Oh my god！ 吃啥了？累了，吃啥对累了。你还过来叫到外边那个电视伢子还也好，我过来接。拿了没？你我来去了，俺老婆几个了，你我来去了，你几老妈来了？不知道今天不知道了吧？了，还有可能累了嘞，好皮了，吃了吃干吃了嘞，我被老早被弄到外面一吃，对对，你我来，你妈老硬了，没拿来。这你还觉得那不累了？了，没第二季一个人出不嘛都来台湾的，还你那个那不来了，这边我嘛，你那不来了。没，家了吗？但是今年呢，体育大沟通嘛，弄三面弄。没有来我也的，你几个人嘛？啊，弄三，几个人嘛？你来拜了啊？你这边我嘛面？你这边你铺了嘛？你买了啊？你买了几个人嘛？能买了？那就没啥意了。这个带子嘛，这把路，人家这把路打讨厌了的嘛，带子有点哪样？伢呢嘛，就给，跑步那个的，就到了了嘛，那个，这些都是这个有老的，你看那是不干这呢老嘛，看那真，这车位，去干的呢喏，就跑，就设备，靠边， Oh my god！ 那都是那个呢。现在到了带有老了吗？到了带有老嘛也。你到了带了怎么了？给你讲，怎么了？给老人呢？你到了带了起不了就没这个办低的了。那你到了带了怎么了？就给他拿办没？到了带了起不了就低的。给，好好，背了这个是。你我走。我到目前这个嘛，这老吵的，老拖累了边。包的搞大呀，给弄塞。啊，弄塞背了，那老去要乱了，就要那个。我搞不来，他爹妈搞，谁要搞了？对了。我买这里多，买这里。喂，买这里，买这里大锅，买这锅大嘞，那边买这锅大嘞，锅大呀，那不了，我不来。我推还是上去了。